今日喺本地媒體見到呢單新聞，便秘確實可以致命嘅。咁醫學界不嬲都知，但係尋常嘅市民可能反而少啲留意到呢樣嘢。因為當個大便塞住喺個腸裏邊，唔上唔落，到最後喺裏邊發酵多，細菌繁殖多，產生氣體多，壓力就會令到個腸穿破，細菌會入血，引起腹膜炎，個人係可以好快就冇命。點樣分究竟係普通便秘定真係條腸已經係俾糞便或者其他腫瘤之類嘅物體塞實咗？其實最大就係有冇屁放。若果個人係完全冇屁放，甚至乎出現係作嘔、嘔吐呢，咁呢樣嘢都係非常之唔尋常，要盡快揾醫生。咁醫生其實臨床或者用 X 光掃描之類都可以判斷到個腸係咪濕咗噶啦。有啲人係高危啲嘅，例如即係年紀好大嘅人啦，佢本身有神經系統方面嘅問題，例如帕金遜症、腦退化，又或者係有內分泌失調嘅，例如係有糖尿病啊、甲狀腺低啊，又或者佢本身以前係做過手術開刀喺個肚裏邊嘅，細到可以係譬如切咗個盲腸或者係做過啲小腸氣都得嘅，因為嗰啲叫腸黏連，係可以導致個腸道完全塞死咗嘅。咁如果係有其他長期藥物嘅，例如係食慢性止痛藥啊、抗抑鬱藥啊，有啲簡單到長期食鼻敏感藥啦，又或者係食啲鈣片啊、鋁片啊呢啲呢，都係可以導致個腸蠕動得差啲或者塞住咗嘅。咁所以就大家留意，即係分下究竟便秘同定腸塞啊。咁正常情況，普通便秘唔會超過一個禮拜嘅。如果超過一個禮拜都排唔到大便，甚至乎放唔到屁，開始嘔，記住係要求醫啦。